冷氣機安全檢查，冷氣通資深技師即日到府。冷氣機安全是家庭安全的重要一環。冷氣通提供即日冷氣機安全檢查服務，資深技師到府快速檢測，保障你與家人的安全。我們更提供冷氣清洗、保養、安裝等服務，守護你家的每一天。冷氣安全檢查重點項目：電路檢查，確保電線及接駁安全，避免火災風險；漏電保護檢查，檢查冷氣機是否漏電，保護使用者安全；室外機安全檢測，檢查室外機安裝是否牢固，防止掉落意外；氣體漏檢查，防止冷媒漏，避免人體健康受損。實用技巧：如何自行進行冷氣安全檢查？定期檢查電線外皮是否有破損或燒焦現象，留意冷氣機開啟時有無異常氣味或聲音。定期清潔爐網與檢查排水管，預防堵塞漏水，確保室外機支架牢固，避免危險發生。冷氣機安全檢查常見問題 FAQ。 Q1 冷氣安全檢查多久做一次較好？ A 建議每年進行一次專業冷氣安全檢查，保障使用安全。Q2 冷氣安全檢查費用會很高嗎？ A 冷氣通提供透明合理的費用，即日報價，絕無隱藏費用。Q3 冷氣通除了安全檢查還提供什麼服務？ A 我們提供冷氣清洗、保養、安裝及各類冷氣維修服務。